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oy。你有冇試過樓上漏水，搞到自己嘅單位烏煙瘴氣？有冇人幫得到手喎？今日不如就講個真實嘅個案，希望喺2分鐘之內教識大家高效率咁樣處理呢啲漏水嘅問題啊！苦主就係住喺呢啲舊樓嘅。咁樓上就爆咗水喉啦，滲水就滲到上天花起孔，仲要有黑印添，拖咗幾個月都搞唔掂啊！結果就揾咗一個專業嘅 surveyor去出咗一份驗水嘅報告，證明漏水嘅源頭係嚟自於樓上嘅單位嘅，同埋維修天花嘅總損失金額就係75000蚊以下嘅。呢類型嘅案件喺香港都好常見㗎啦，但係涉及嘅金額咁少，未必有成本效益，咁點處理好呢？其實重點有2個㗎，第一就係揾出詳細嘅漏水原因。嗱，漏水報告就好重要啦，可以用嚟入稟法院嘅證據，證明責任係喺樓上嘅。如果樓上唔肯俾入屋驗水嘅話你仲可以通過法律嘅程序要求佢配合。第二就係釐清損失嘅金額，記住即時咁樣影低相，保存嗰啲維修嘅單據，呢樣係用嚟法庭之用嘅。如果你想節省時間成本，最快捷嘅方法就係聯絡專業嘅律師，寫一封詳細嘅信，內容包括漏水嘅原因啦、修復嘅方案同埋損失嘅金額，正式通知樓上並且要求佢哋賠償。萬一樓上冇理啦同埋唔應啊，封信仲可以直接連同埋檢測嘅報告一齊用嚟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添。咁呢個做法又快又平，仲保障到你嘅合法權益。所以遇到漏水嘅問題就唔好拖拖拉拉啦，千祈唔好忍，立即揾你嘅專業支援。希望今次嘅內容幫到你啦。如果仲有其他疑問嘅話記住留言俾我哋啊，like 同埋 share 呢份影片，等更多嘅人知道正確嘅處理方法。拜拜。